接納冇嘅狀態，只係療癒嘅第一步。真正嘅接納唔係逼自己立刻冇事啦，而係允許情緒嘅流動，允許自己暫時消沉，唔係急住要規劃未來，而係從吃一頓飯、整理下抽屜呢啲小事裏邊，找返對生活嘅掌控感，唔係執着於失去，而係把呢一段空窗期當做清空，讓新嘅美好有機會流進來，更唔係反覆自責，而係停止精神嘅內耗，學會好好愛錫自己。過去嘅遺憾冇辦法挽回㗎喇，但係未來嘅每一天